大家好，宜田開箱又嚟啦！我係心開，我係雙雙。重陽節就啱啱過咗啦，心姐啊，你有冇去登高賞秋啊？梗係有啦！除咗登高之外，我仲去咗放紙鷂啊，不知幾好玩啊！放紙鷂係喎，傳說農村嗰邊呢，有人信命運，認為每逢農曆初月9月初9呢，係重陽節，係轉運日嚟㗎。冇錯啦，重陽節放紙鷂咧係為咗放衰運喎。紙鷂飛得越高越遠咧，就衰運咧就隨之高飛遠去啦。仲會有人專門將線嚟整斷啊，等風箏消失喺雲天之外。不過我哋都可以自製紙鷂放衰氣㗎，不如去片睇下點製作咯。係咪又靚又簡單呢？自己中意咩顏色就可以自己整㗎啦。冇錯啦，除咗潮汕農村、陽江、惠州等地都有重陽節放風箏嘅傳統民間習俗，其中以陽江風箏嘅非遺屬性最為突出㗎。陽江風箏已經擁有1400多年嘅歷史啦，係廣東省第一批省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嚟㗎。喺國內，陽江同山東嘅濰坊、匹迪架南北互相呼應嘅，成為中國南北風箏實力最為強大、最有可比性嘅兩個流派嚟㗎。今期嘅宜田香想分享到呢度啦，記得分享、點讚同埋留言啦，同埋記得留意宜康中心嘅消息啊！宜田開箱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